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时尚机，由恒春仔为大家主持服务。即马要进行的单元是台语小常识。今仔日要为大家报告的是台语八声调。顶回咱有介绍汉字字音的分析，内底就有讲到声调这个部分。台语有八音七调。所谓的八音七调，就是第二音甲第六音是同款的声调，所以是八音七调。当然，嘛有人讲泉州音，伊的第二音甲第六音的声调是无同款的，但是这毋是咱要探讨的重点，所以按下不表。来，咱先来练习一遍。第一声，君。君王的君，第二声滚，水咧滚的滚，第三声棍，木棍的棍，第四声骨，骨头的骨，第五声滚，人滚的滚，第六声滚。水咧滚的滚，拄则有讲过，第六声的声调甲第二声同款。第七声君，君主的君。第八声骨，骨头的骨。咱即马将这八声调做伙念一摆，来感受声调的变化。君。滚，滚，骨，滚，滚，滚，骨。搁一摆，滚，滚，滚，骨，滚，滚，滚，骨。若无好记，记袂起来。对啦，用口诀啦。衫、底、裤。看人下偏直，搁一摆，衫底裤看人下偏直，也是即个口诀。狮虎豹鸭牛马象鹿，搁一摆哦，狮虎豹鸭牛马象鹿。今仔日向大家报告到这。以上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时尚机独家放送恒春仔的台语小常识，感谢收听，后回空中再相会。